宗教與關係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你係全地嘅主，凡有氣息嘅都要嚟敬拜你。世界上有一個宗教，自認為佢哋嘅根係亞伯拉罕嘅後裔，自認為佢哋係最好嘅宗教，有最好嘅禮拜，有真主降世嘅最後最好嘅經典。今日世界上有10幾億人活喺呢個宗教嘅傳統同埋文化之中，心靈被牢牢咁捆綁住，卻唔認識真正嘅生命之道。約翰福音1章17節係咁樣宣告：律法是藉着摩西頒布的，恩典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來的。喺馬太福音5章17至18節，主耶穌教導跟隨佢嘅人，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而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直到一切都實現。使徒保羅喺羅馬書10章4節指出，律法嘅總結就係基督，使所有信佢嘅人都得着義。人冇辦法藉住宗教行為嘅努力嚟脫離罪嘅捆綁同埋刑罰，唯有上帝嘅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被差到世上，喺我哋仲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，成為贖罪祭，讓人憑住信心而唔係靠自己嘅宗教行為而得救贖。上帝嘅愛就係咁樣顯明咗。上帝藉住使徒保羅喺加拉太書3章13節嘅教導，俾我哋知道，既然基督為我哋成為咗咒詛，就將我哋從律法嘅咒詛中贖出嚟。今日10幾億嘅穆斯林仍然活喺律法嘅咒詛、罪嘅捆綁裏邊，佢哋窮一生嘅努力，仍然唔知道生命之道如何尋得見。主耶穌唔係叫人離開一個宗教進入另一個宗教，而係不斷向人發出邀請，跟隨我。聖經上講，亞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為義人。主耶穌對信佢嘅猶太人講：你哋若係亞伯拉罕嘅兒女，就會做亞伯拉罕所做嘅事。主耶穌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係去到天父嗰度嘅唯一途徑。讓我哋一齊恆切為呢10幾億穆斯林禱告，願佢哋封閉嘅心被主親自釋放，就好似佢哋所認嘅祖宗亞伯拉罕咁樣，憑住信心、相信同埋接受上帝賜下嘅唯一救贖耶穌基督，以致佢哋生命因為認識真理而得到真正嘅自由。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寶貴大能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